湖南卫视跨年阵容首播官宣了。12月14日，湖南卫视官宣了跨年晚会首播阵容，熟悉的歌手基本上都在，白举纲、宝石、陈楚生、程潇、陈哲远、邓恩熙、丁禹兮等人都将参加演出。陈楚生、白举纲、宝石都不用说了，在圈内都是有口皆碑，唱功与声音都是一流的，有他们加盟晚会不用说会更加精彩。只是去年跨年晚会都是卷真唱，特别是江苏卫视主打的就是真唱，任由艺人在台上发挥，就算破音了也不给修音。不知道今年的跨年晚会卷什么，神仙打架大家看得太多了，还是想要看一些出彩的节目。而这几年湖南卫视所举办的晚会经常会被质疑歌手假唱，从来没有回应过，演出虽然精彩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创意，希望今年能带来一些惊喜吧。